来看高雄林武透早有民众伫路边看到一只1米半的酷鱼，赶紧通报这农业局来掠。原来这只酷鱼是有人饲的，无细里走出来。另外，伫咧湖内也有民众饲的乌猪伫咧大路四界撞，搁在撞过红灯险险啊，互车撞到，也因为已经危害到交通安全咯。警方当咧找这乌猪的主人，要解开罚单。12透早7点外，乌来区的乌中路已经变青灯，车辆准备要起行。不过对中华街迄边却雄雄撞出来一只乌大的动物，甲看较真的竟然是一只乌猪。这只猪就安尼清清公公伫车路四界走，甚至阁走入去附近国小内底，因为速度实在伤紧，看到的老师拢就是家己目睭花，哪有顾猪伫学校走？其实耍猪沿着我们学校的围墙，一下子就跑出去了。那现场有几位老师跟小朋友看到，那老师跟小朋友看到是又惊又喜啊，觉得说山猪如果能进来跟我们学生一起上课，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水帮囡仔欢喜看到猪仔，想要甲猪仔做回上课。不过乌来分局表示，这只猪敢若是去互主人带转去，因为猪仔乌白走已经危害到交通，即卖当咧走找主人准备开发。另外13透早伫仁武，也有民众看到一只150公分长的酷鱼伫路里走，惊一个是赶紧通报农业局。农业局表示，这只酷鱼个主人饲伫工厂2年外，前一天甲刷出来桶仔，才无细致去互走无去。经查，该鳄鱼品种为眼镜凯门鳄，体长约150公分。下午，该鳄鱼之饲主郭先生已至动保处完成访谈笔录，并将鳄鱼领回。动保处呼吁饲主应善尽所谓管理责任。高雄连续2天有乌猪甲酷鱼伫车路乱扫，有人感觉心息，加在无害人受伤。动保处呼吁民众厝内底停本爱关好，若是违反规定，上悬会当罚15000块。记者柯家珠、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